讲到欠水的问题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宣布讲，新竹、苗栗甲台中明年早当中啊停止淹产压水，对正月初六开始水情定好改做是干吗色的，也就是减量水量。逐个月用水量超过1000度，而且唔是工业公司的游泳池、洗车场、三温暖业者等等，减少水量会对10%有关到20%。自6月以来，对新竹到台中降雨量无到800毫米，是52冬以来上低。玻璃水库水量剩2到3成。中央宣布后个月开始，水情定好调整变干吗色，需要大量用水游泳池业者受到冲击。每个池都必须每天要换水、要清洁、要过滤，所以我们先停下休闲型的池，然后也告知消费者说很抱歉，因为这是配合中央的政策。所以休闲型的我们可以暂时先停止。除了游泳池受影响，洗车业者嘛真歹过。虽然无奈，不过针对中央的限水政策，也表示会尽全力配合。如果是限水的话，当然是会影响。那如果影响也没有办法。这个大环境这样，我们就有多少就做多少。主要是我们有洗车机的压力，最主要是挤那个压力把它打出来啊。水柱比较强嘛，所以说你说量很大，我是还不至于会用到很大的量。第2阶段限水，除了民众敢收侵，新竹科学园区更加紧张，目前已经传出厂商开始建议应用对策，准备出动水车买水，避免因为欠水影响产能。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。